30秒后，礼拜开始。主，我来追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将咱所经历的一切，无论是痛苦、烦恼，也是忧虑的代志，全部拢摆咧主的面前。因为咱的主是赐平安的主，咱的主是为咱背劳苦重担的主。咱若无将咱所害的所有的挂虑摆咧交托给上帝，咱无法度成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调起伊。所以只是邀请咱安静咱的心，衷心将咱的目睭定睛伫咱上帝的顶面，咱安静咱的心、有备心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伊。请主上帝，我们献上咱的祈祷，我们感谢你的面前。我相信今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，今仔日是一个敬拜你的日子。主，阮就带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无论阮即马经历着什么款的境遇，是工课、工作，也是身体健康的问题，搁也是家庭的问题，也是人际上阮拄着困难，也是经济上嘛拄着困苦的境遇。我们将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互阮今仔日的眼光来定睛伫你的心上，因为阮知你是信实的上帝。阮三角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主，我们经历一个更新的稳定，主，我们献上我们感谢伫你面前。我来讲，我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追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
多，咱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的保护也看，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过。特别今仔日是早上主日，也是想到酒的开始，咱特别来思想主耶稣的保护，主耶稣为咱牺牲，用伊的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，这是何等大的问题！请咱安静咱的心，咱特别来思想这款的问题，白白输入伫咱的中间，咱要用何等的行为、何等的作为来回应上帝，回应耶稣、主耶稣的问题，咱将咱所有的罪摆在主的面前，恳求上帝来洗净咱所有的罪。咱三角开声来祈祷。常常伫罪恶中来生活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回复我们用一颗谦卑柔软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互阮的眼光、阮的心思意念，拢定睛伫主耶稣你的身躯。主啊，们感谢你为着阮的罪，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得到怜悯，得到恩惠，经历十字架的救恩，会当日日高举你的性命，称颂乐乐你，主我们上一切荣耀归于你，主阮亲亲来得罪你，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本是软弱，主阮要正做你合用的器具，求你来调整阮。求你来使用阮，互阮每一人充满你的听，用听来传扬你的救恩，互万人拢来做你的门徒。主，愿献上阮的感恩去祈求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恳求主来兴旺咱富阳教会，互咱富阳教会成做一间传福音、学习主、款事、兄弟姊妹和睦相处、彼此接纳，互富阳教会成做一个有听上帝听的教会，成做这个社会的亮光、祝福的管道。咱嘛为着咱教会的牧者团队忠职同工，
专辑当中，甲所有团队首长、区长、小组长来祈祷，互所有同工大家拢一粒谦卑的心、顺服的灵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服侍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那么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，也是病痛中的肢体来祈祷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是是，感谢你，正向的信仰。小组长、甲所有团队的团长，主啊来完成所有教会的事工。主啊，求你赐了甘心、舒服的心志人心中，求你赐了下人人的中间，互因透过服侍，搁较亲近，也较无你。主啊，咪为着咱教会所有软弱的肢体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无论是身体病痛、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因，求你来看顾因，你医治的伸手，就临到因的心中，互因会当早日来得到健康。主，我们要为着这个人来献上，主，你是专业医治者，你互因虽然拄着这个艰难。我知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一切的帮助的源头。主，我要将阮的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医治因，互因虽然拄着风烟，啊，毋过阮知当阮信靠你的时，阮就得胜永存。安尼恳求、感恩、祈祷。奉告主耶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2堂礼拜来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圣神引带，互牧师所发讲的信息，拢是对上帝遐来的。互上帝，互牧师诶发讲的信息，互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得到造就，互讲的甲听的，拢会当得到上帝遐来的福分。那么为着所有的服侍当中
刚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引带因服侍中加添因的力量，互因哪服侍哪甘知，哪服侍哪有推力。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从今仔日两天的礼拜，咱能交通到你的心情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甲是不是甲对的？通过叔叔传讲的信心，是带有快乐、带有能力，你就兄弟姊妹，都当有对主你遐来领受，你遐来稳定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恳求你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的祈祷，那香摆咧伫你的面前。愿你来感动，主啊，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，阿门。请兄弟姊妹，咱也会使，咱就做中来唱起哩，咱用咱的歌声，用咱心情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耶稣，耶稣。
主，我们将全灵全心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感谢你赐了我无同款的恩赐。主，我们伫无同款的所在，我们来服侍你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恳求你，互我明白你互我的心意伫哪了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互我明白你的呼召伫哪了。主，我们将阮全灵仰望伫你的圣手，恳求你引带阮未来路站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感谢。主温柔的心事，踮伫我的内心，陪伴我的一生，守住平静甲安详，予我伫满足丰盛。主听他的真理，更叫我拢无你，我身躯你扶持，享受稳定甲安慰。你的爱真正甘甜，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。无论环境何歹，有我何乐敬拜，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。无论环境何歹，有我何乐敬拜，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。无论环境何歹，我何乐敬拜，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。无论环境何歹，有我何乐敬拜。主温柔的心事，踮伫我的内心。所在，恩就敬拜。
我们要高举你的性命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你是赏赐疼痛，你白白赐恩典给阮的上帝。主，我们献上阮的欢乐，献上阮的歌声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若来到你是阮无做前，让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了我的罪，定是伫世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，主我若来到，你是阮无做前，让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是你过我，也过世是款世，受死我活命。主，我要高举你性命，对他的高永永远远，你受死的标的。祝福世间的人，主，我要高举你性命，对他的高永永远远。主，我要学你，主，我要敬拜你，对他高永远。祝福世间的人，主，我要高举你性命，对他的高永永远远。主，我要学你，主，我要敬拜你，对他高永远。主，我要学你，主，我要敬拜你，对他高永远。这是咱的吟圣诗135首。求主愿意做我无家，愿用我可你扶持，传到我领家，比伴有了来保庇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。你就为我归向你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你就为我归向你。我大小的安稳主在，以免春秋来保护。求愿看你对天喊海，因传是的归家路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你就为我归向你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。
小会愿归向你，愿爱虽含在千古里，爱要听你命令，心爱比万芳加拉里，爱要同在最情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愿你听我的愿望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愿你听我高愿望。慈悲听人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分，互阮真侪你的囝儿，互阮较无认捌你、跟对你、行伫你恩典的路。伫今早起，主你的圣日，也是中秋主日，是阮开始要纪念主耶稣进入圣城，行各各他的道路。愿要三甲来孝念，三甲来陪伴，也三甲来学习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过程，以及救赎的恩典甲祝福。俾阮的上帝，这礼拜也是清明节的节日，主啊帮助阮，阮永远会当安静伫你的面前，看见上帝你创造生命的奇妙。也阮这个圣日，阮的敬拜真侪芳芳的祭，归荣光伫你。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在场实体礼拜，也是出外伫线顶的，阮大家拢同一样的心恭敬敬拜，因为主你看阮的内心，知影阮对你的敬畏，对你的渴慕，愿这个敬拜，主你赏赐恩典赐福伫阮中间，圣神掌管伫阮的中间。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：我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面亲像伫天年。愿你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错阮一日去，就叫阮脱离伊的歹，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启用，启用文第9篇诗篇24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。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，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找求上主。城门啊，就拍开；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虾米人？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就拍开；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虾米人呢？
伊是荣耀的君王。咱做伙按后来祈祷。亲爱的恩典满满、荣耀的君王主耶稣，今日是纪念你为阮受苦牺牲的受难周头一日，中秋主日。阮抱着敬虔甲难过的心，感念你的伟大，甲感谢你对阮无限的慈爱。主啊，阮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阮。阮软弱无完全，有济济的无好。也常常冒犯你、得罪你、见笑你的阳光。然而，你仁爱满满，总是看阮是你宝贝的儿女，疼阮、爱阮，赢过你家己。你为要救赎有罪人类，受鞭挞，互阮得到医治；受刑罚，互人得到平安。甘愿被钉死十字架顶，牺牲性命，成做我的罪，只替阮来赎罪，只求互阮得到拯救。3日后，你阁互我显明你是赢过死亡的主，祝你的大能搬过诸天，信实直到永远。你的牺牲换回互阮信心、快乐、盼望甲平安。感谢主。主，你升上天堂，伫天的宝座前，也是犹原咧挂念阮，时刻为阮咧祈祷，为阮咧祝福，祈祷阮所思、所想、所做、所行，是毋是毋通着互魔鬼留地步，毋通陷入撒旦的诱惑甲试探，祝福阮人心心灵刚强勇壮，家庭大小平安喜乐甲富足。祈祷阮教会会众会当同心合一，相相关怀，保佑福音会当顺利，教会复兴。主啊，感谢你所有的付出甲白白的赏赐，阮当心存谦卑，认罪悔改，专心仰望你，一生跟对你。求你甲阮同在，持续光照引导阮，做阮上好的帮衬甲瓦靠。也求你赐阮一粒温柔谦卑的心，顺服的灵，共同伫夏牧师等3位牧者的带领下，无分彼此，同心合力，互教会会当得到复兴，做光做盐，利益这个社区甲城市，荣耀主的名，互搁较侪人会当认捌你，有福气会当蒙受你的救恩，生命直接得到更新甲造就。阮对你无限慈爱的回应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耶稣着记得我，你的心孤零到牺牲。耶稣着记得我，你的灵孤零到牺牲。讲受上帝的话，今仔日圣经节有2个段位。一位伫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，另外一位伫约翰福音12章12节到16节。我来强读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。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喜快乐；耶路撒冷的子民啊，着欢呼。你看，你的君王来啦！伊胜利凯旋，伊谦逊骑驴仔，就是骑驴仔囝。约翰福音12章12节到16节。隔日来过节，一大群人
就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，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旨，话讲：和散那，奉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以色列的王应该受称赞。耶稣看到一只驴仔囝，就牵来骑。照圣经所记载，錫安的妇人人啊，毋免惊，看，恁的王骑驴仔囝得来啦。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这项代志，毋过耶稣得到阳光的时，因才想到圣经所记载这项代志是伫记耶稣。代志嘛，照安尼发生伫伊身上。圣经读到这，咱接续要请泽荣小组为咱献诗，最大的是爱。献诗煞，请牧师来为咱讲道。今日要讲的题目是温柔骑驴仔的君王，温柔骑驴仔的君王。凡是相信，凡是忍耐，凡是盼望。
咱再用普话声学到上帝，感谢主。今仔日咱早起第一场礼拜吼，特别由咱的泽荣小组来献诗吼。咱可能会听出无共款。平常时咱第一场礼拜大部分拢是圣歌队吼，圣歌队来唱4部即个献唱。咱久久会安排一遍的即个小组的献诗。就是要互咱兄弟姊妹去体验到咱的教会吼，一个足重要的即个牧养的事工，就是小组。咱有的兄弟对小组较无讲介感受啦，介清楚。所以呢，牧师伫即个分享主的话进前，特别要邀请咱泽龙小组内底吼，对着咱的指挥咱的小敏队长吼，伊来短要来分享。分享伊伫参加小组的体验。咱的小敏姊妹吼，伊本身嘛是传统长老教会吼的即个体制中大的，伊安怎伫小组得到帮赞，还是讲安怎伫小组得到真侪的即个滋养哈？咱就是拍鼓来欢迎小敏姐。短来分享哈，会使免挂口罩不要紧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我会当伫遮用我的经历来分享我所认捌的小组的生活。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，退休吼，上互人烦恼的就是无头路，失去目标，无就是讲无朋友，无朋友久吼会变老孤屈，会互感觉怪怪。其实。阮退休了，阮私底下有一寡退休群的同事，阮三不五时拢会相招泡茶开讲。毋过阮开讲的内容吼，就是人讲的讲，见讲讲过去，讲了随袂记，迄种的。会讲过去家己的丰功伟业啦，吼。无就是无爱做上大嘛，吼，所以一寡迄落过去无合理的工课的要求，也是讲个人员的主管，反正大家做伙吼，就开始一直伫遐，开始会当骂会当大声作用的安尼吼。大家做伙吼，会当畅所欲言吼。当然感觉起来敢像个真趣味，毋过这毋是我要爱，我要爱的是会当同齐。向前看，互相效力的朋友，毋是一直咧回顾过去。感谢上帝，我有小组通过小组，大家相招做伙来服侍，会当互我扩展我的服侍的境界。我嘛会当退而不休就是退而不休。我即马我哪有头路？我的头家是上帝。我嘛有收入毋过我的职住伫天顶，我会当继续延续我的生命价值。上重要是我无孤单，我有一群足好的朋友。坦白讲，小组聚会内容方式有足侪，但是小组真正的目的，小组的主题是人，是所有的组员。小组的功能是分享甲分担，小组长伊就亲像一个桶箍，就像一个小木匠安尼，伊咧牧养所有的组员，互每一个组员会当彼此建立，然后邀请圣神来指挥，用疼来苦，大家互相带导，互大家会当欢喜来参与享受小组的生活。我知影真侪人伊无介意来参加小组啦吼。理由有够侪，我上班足忝，我要载囡仔，有的是感觉小组无好耍，无啥意思，甚至有的伊就是伊有来，但是伊足勉强来，等等。其实无爱来内底上大的一个阻碍，就是惊分享、惊讲话啊。我据阮先生的咧吼，伊拄开始，出卖他一下，伊伫
影音。拄开始的时就感觉讲，伊家己是第一代信徒，信仰基础无够济，所以伊足无介意分享的，甲招拢招袂来伊的拒绝。有当时甲招来小组，伊来，啊毋过逐摆若要分享时，伊拢拍死跳过人过。啊落尾吼，会真正去互组长撩着呢，愈熟以后，伊就愿意分享啊。有时阵吼，伊分享的话题佫足好笑的。我知影有的人来小组会感觉讲，逐个像种足客气安尼，面带笑容啊吼，感觉有点仔表面安尼吼。迄是因为伊甲小组的人还袂足熟，还袂建立迄份归属感，所以伊感觉讲吼足拘束的吼。其实人甲人是安尼啊吼，你熟啊熟识了吼，毋是熟啊了，你的话题就会自然而然流露嘛吼。我捌有一摆吼，甲我一个朋友，伊是北京教会，啊伊伫遐咧做小组长，我甲伊开讲，啊伊讲吼，因迄组有一个长老娘，逐摆分享吼拢足久的。后来伊发现讲吼，即个长老娘伊若要分享进前，伊拢会先写稿，然后无拍算，念够久的。有一天，阮迄朋友挡袂牢，就甲讲吼，长老娘，该咱拜托你吼，去讲较短。留一寡时间，互后壁的人有机会通分享啊吼。啊，长老娘讲吼，哎哟，歹势啊！我也知我写的吼，念出来吼，佮念遐久啊，吼歹势啊安尼。伊表示讲，这个长老娘伊真正足注重伊要分享的物件。但是我嘛会感觉讲，伊可能还袂将小组的人当作是像因兜的人安尼，也是讲。伊还袂将小组的人当作是好朋友安尼咧讲话。你敢有看过讲你牵恁兜的亲人讲话，也是甲你好朋友讲话，进前爱搁写稿，惊死人啊！吼，所以你若问我讲小组的感觉是啥物？来，我来甲你回答讲，小组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小组就亲像一家人。你一定会讲啊，大嘛拢安尼讲啊，我安尼讲足抽象对吧？吼，具体来讲啦，吼。当你参与伫小组内底，小组内底人伊就会甲你的代志当作是逐个人的代志安尼，这就是一家人的感觉吼。啊，真侪人拢知影讲，我来富强进前是伫一间弱小的教会咧服侍。我会入捌富强教会的小组，是因为我伫迄段时间共济时间，我参与着幸福小组的事工。啊，我的组长足关心我，常常甲我联系，伊希望讲我会当刷过来富强，特别是讲吼。我的先生、我的囡仔其实拢伫富强，我嘛足想要过来。啊，毋过问题是，迄边的工课我家己嘛放袂落，牧师伊嘛拢一直想办法要甲我留啊。啊，足歹势的，有一摆组长就甲我讲吼，我要过去你已经教会来会一下你迄个牧师的，我要甲讨人。听起来，阮组长的口气足大的，伊要找牧师师赢安尼吼。其实我足清楚，阮组长是咧开玩笑的。但是我知影，我心内足感动，因为我的组长伊无去向我回执，还袂刷过来。我是一个姊妹生呢，伊安尼看重我，互我足感动。所以伫2天前，我就甲回执刷过来。我伫小组受起做，我甲我的组员伫教会是好同工，私底下阮是足好的朋友，讲话无咧打草稿的朋友就对啊，无话不谈。全家便利商店大家拢知影，伊有一句迄个标语叫做"全家就是你家"，即句话足有吸引力的。我甲大家讲哦，小组嘛是你家哦。无共款的是，你若真正甲全家当作你家，安尼你会落地啊早晚地崩子啊。啊，毋过你若甲小组当作是你家，当作恁兜，你就会当有丰富的生命、精彩的生活。我定感觉咱富强的小组足强的。18般武艺，逐项会，琴棋书画、德智体群美，人才众多。对答有需要，资源就去遐。好，啊，咱的小组吼，足多元哦，恁会当去参与看卖，去选择。我要结束以前，我嘛要伫遮做一个非广告。我原来的小组已经换出去啊，所以我即卖是泽荣小组的人，阮组长是泽荣。对，所以吼。你若是还袂决定你要去对一个小组，欢迎你来阮泽荣小组哦。谢谢。
来，咱的泽龙小组长拄则来带敬拜来站起来，阮甲你欢迎哈，多谢。邀请小组来献诗，嘛是要互咱知影讲，连单独一个小组就当做一个诗班，还是讲一个圣歌队啊，吼。小组拄则已经分享见证了，你简单甲想就好，就是讲咱的教会400-500人是一个大家庭，吼。若要讲是一个小社会啊咧，吼。但是呢，咱主日做伙同心聚会敬拜，庆祝主耶稣的过活。你爱有一个属灵的小家庭。你原来已经有一个血缘的，就是讲你家己肉体方面家庭血缘方面的家庭，伫主的内面，佫一个属灵的家庭，安尼就会足完整，足完整。期待咱大家找出这个时间，咱的教会这个周末内底第3夜哇，几10个小组你会当敲碎看觅，什么时间适合你，爱咱甲区长直接安尼你看，咱伫第10页第10页啦，周末第10页，咱拢印出所有今仔日牧师讲道的大纲，佫有填空呢后壁面佫有讨论。我是讲，你若家己转去厝你敢会想讲我来读一遍看觅咧，我来讨论看觅咧，你会感觉讲无趣味啊？但是伫小组内底，你就会当摕出来问，摕出来分享，摕出来我有我的看法，拢会当伫遐佫做一遍的学习。所以期待咱兄弟呢，咱毋茫讲咱福阳教会，咱要迈向50周年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小组，这个小组毋是挂名的是你真正你的活命、你的生命伫迄个所在做伙来成就。感谢主，今仔日这个是足特别的。伫咱即个连续假是咱台湾的即个清明节，佫儿童节，连续假即5天，你要甲过节差不多听讲安尼，进伫个高速公路顶拢咧塞车就对啦假日伤济嘛头疼咧咱伫教会，咱要来纪念樟树主日，所以咱要用主的话来学习讲，呾伫这特殊的节日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，咱大家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通过主的话，要互阮一个重要的提醒。我要看见主耶稣温柔骑驴入圣城，对阮甚物款的启示。愿你通过你罗卜的嘴来唤起大家做伙来看重这个信息，甲主你的话语对阮的提醒。感谢基督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一位君王竟然是温柔骑驴啊！到底这什么意义啦？咱有读2位经节，头一位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，咱知这是旧约先知书的预言参语。伊讲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喜快乐；耶路撒冷的子民啊，着欢呼。讲着欢喜快乐着欢呼，欢呼什么？讲恁的君王来啦，胜利凯旋。到这段，甲一般咱所了解，一个君王威风凛凛入城，迄拢真适合。但是后壁面即句讲，以谦顺骑驴，就是骑驴仔囝。安尼说，摕落一个足趣味也是讲足互咱会当思考的迄个主题，也是讲一个梗啦一个梗。约翰福音的印证，拄则先知伫耶稣还未出世以前就宣告的，印证这段耶稣入城的故事，因为真实牧师小等有闲再来提起就好好，兄弟姊妹，樟树主日是咧象征什么？咱拄有看见撒迦利亚真精准的预言啦这个预言是讲君王要入城。是一个欢喜的、快乐的气氛，所以伊讲，锡安的子民爱欢喜快乐，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爱欢呼，这是中文的第二是讲，是要欢迎一位凯旋的君王，是得胜的君王伊讲看，
恁的君王来啦，伊胜利凯旋。但是第三讲君王伫坐是一只驴仔囝，一只细只驴仔。安尼就甲头前讲的迄个威风凛凛啊，排场足大的吼，都无相像啊。啊，这要互咱什么款的学习呢？当兄弟姊妹，这个应邀入城，这场面咱常常伫图片内底拢会看到吼。啊，看到这个物件已经深深伫咱的脑海中啊吼。啊，这个是现代的人吼，因学迄个耶稣时代用樟树枝、举樟树枝欢迎耶稣入城的一个相片就对啦吼。约翰福音12章12节到16节记载耶稣入圣城的这个景色，就是印证先知的预言。但是到这段拢安尼讲照剧本走，毋过后壁面讲后续的发展煞颠覆了锡安这百姓的认知啦吼。但这什么意思呢？基本的差异伫倒位？百姓欢呼，因为因当时的理解。也是讲一般所表露出来，迄个热热啊，讲涂骹阁破衫呢，破衫，因为迄个时代的即个犹太人哦，因穿一领外衫，吼啊，脱起来都是一领亲像一领皮迄种感觉就对啦吼。因是咧欢迎一位政治上的君王。安尼到遮开始无共款啊，无共路啊，要欢迎王入城，迄款的排场拢差不多啦，但是因的理解甲实际就开始无相像。因为想讲，这位政治上的君王要救因脱离罗马人的统治，要安那？要重新建立台北的王国。咱若看到耶稣3年传福音，百姓甲伊接触，学生甲伊接触，拢一直咧讨论这件事啦。耶稣医治病人。耶稣去宣告上帝国要临到，处处一项，拢去担着当时的统治者。啊，因为当时吼，无像现代社会吼，讲啊宗教甲政治分离啊足清楚啦吼。啊，你若讲信仰就讲信仰，甲现在政治无相像。即马大家政治甲宗教分开，大家足自然的。毋过迄个时阵吼。耶稣讲的遐个话，句吼，拢咧挑战当时的权威啦。因迄阵，无论是希律在做王，迄是做一个加里昂啊，因为迄是即个罗马帝国安尼，甲伊派做即个地区的管理，你拢爱听我的。搁较互咱感觉艰苦的是，迄个时阵。咱讲宗教甲政治拢分袂开嘛，所以当时的贵族、当时的宗教领袖吼，我这边，毋是我百姓这边，是我统治者这边。所以咱若是了解耶稣的时代，迄是一个安尼，若要讲较坦白，就是讲民不聊生的时代。主耶稣出世前的60几年，就是讲耶稣出世60几年前吼，迄个时阵，当时的圣殿遐个管理的，因用着真严苛的迄个律法，在要求百姓。这个无要紧，因甲统治者罗马帝国这贵族，当时的即个即个圣殿的官员。用尽各种办法，甲已经足艰苦的百姓吼，一直叫因着爱交钱、交税金安尼，甚至迄种用信仰的理由讲恁着爱11奉献安尼一直倾规个圣殿拢好业啊，毋知人去，就种逐项的财宝拢伫遐就对啦。当时的百姓实在是真正一只牛，互人溜滚啊领皮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耶稣是安出去，若毋是拄着乞食，无就拄着破病，无就拄着遐个艰苦人，迄毋是讲耶稣条工要找因啦，到处拢是就对啦。
所以耶稣当时若是讲出种关怀的话、上帝国的话，你甲想，什么人上紧张？当然就是遐个统治者，当然就是当时的遮罗马的军长，特别是遐个圣殿遐个经学师遐个祭司、遐个统治者。但是，咱若是注意看中间的事实，百姓望讲有人来带领因脱离这款的艰苦。不过主耶稣是要革命无毋对，但是要革人的心的命的革命啦。耶稣的事实是甚物？伊入城毋是为着政治的目的，就是要为着救赎来。但是分得清楚诶，袂解清楚对吧？吼，耶稣嘛是入城真辉煌啊，但是主耶稣的心意，毋是用人的武力，用遐个做人的办法要来改革，伊是要改革人的内心。所以咱的主耶稣，伊是灵魂生命的君王，毋是要台灭对敌、抢夺领土迄款的征服者。伊嘛毋是亲像遐个君王讲大阅兵，威风凛凛，伊是温柔骑着乖顺的小驴啊。咱知影讲现代全世界若愈威权的国家，因的阅兵场面就愈大，对毋对？所以你看中国、看俄罗斯，特别是北韩，迄动作是足精细就对啦。迄个一板一眼，无咧第二种诶，还是什么？那是偏露出迄个统治者的威风。但是咱的主耶稣毋是安尼，所以咱要注意看到拄则，迄个场合，伫撒加利亚有讲，过来就是约翰福音嘛，佫讲，约翰福音12章第16节有讲即段话啦。约翰福音真有意思，伊毋是敢若亲像一个记者写当时的代志，伊会佫写后壁人的感觉，表示讲伊有传述过，伊有甲耶稣时代讲的故事，佫做一点评论就对啦。16节讲，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这项代志，毋过耶稣得到荣光的时，因才想到圣经所记载，这项代志是咧指耶稣代志嘛，照安尼发生伫伊身上。意思是讲，这代志毋知经过偌久啊，学生慢慢安尼像是吟味，开始想讲，原来主耶稣当时入城吼，咱拢误会啊，掠做伊要做咱的民族英雄啦吼，要带咱吼，光复耶路撒冷啦，毋是，原来君王入城是为了救人的灵魂的活命。咱兄弟姊妹，咱若注意看到讲，当时耶稣入去做这的代志。是到最后，耶稣会行入各各他，行一个受定十字架。这固然是上帝一个奇妙救恩的安排啦。但是你若甲看，迄个故事拢有一个铺排吼。中间一个上关键的代志，就是发生伫耶稣洁净圣殿。耶稣洁净圣殿。路加福音19章45节，这段经文记了较完整，讲耶稣入去圣殿。就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，赶出去。伊甲因讲，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窟安尼。然后耶稣逐日伫圣殿教示人、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人民的头人，一直想办法要安怎，要害死耶稣。原来是。一个应邀入城，大家咧欢呼举棕树枝，摕涂骹铺衫。但这个时阵已经咱讲一个对决啊啦，摊牌啊。耶稣事实是咧做宗教的改革无毋对，但是对当时来讲，这事实就是一个政治革命。所以你最后看后来耶稣红顶十字架有无吼？伫过来咱即礼拜咧笑念。迄罗马兵丁甲顶一块牌啊，讲啥？犹太人的王啊，犹太人的王，就是讲，你真正你就是讲的，你讲你是王啊。
啊，那这个问题，互咱想到什么呢？拄则咱有讲起，对耶稣出世以前，这个犹太地吼，就是一个咱讲苦难的所在啦。因为百姓无自由，百姓一只牛互人遛滚啊领皮。有迄个学者咧研究讲吼，先耶稣的老爸是咧做目。照讲以前吼，伫加利利海四周围吼，弄迄个电笼哦，会当做食。因咱知影，迄时阵你无做食，你就无通好食，敢毋是？啊，所以大家做食就是加减当食饱啊。耶稣的老爸无在做食，在做木枪。有人讲是当时的迄个地方的统治官，就是真正非常的威吓，所以甲遐个安尼税金抽啊足悬，甲遐土地拢抢去，所以有真侪迄个农民吼无地通生活，落去食。啊，有诶什物呢？有诶归去啊，入山做贼啦，吼做贼。啊，因为迄个时阵，就是因为圣殿遐尼腐败，是安那遐尼腐败？耶稣讲诶是敢若甲遐咧摆档诶人车倒啊。其实伊是咧讲，恁遮诶咧带头诶人吼，歹带头是安怎？当时诶研究就是讲，圣殿诶官员、圣殿诶同志啊，咱拄仔讲经学士、祭司长啊，拢甲遮诶罗马诶即个统治者结合做伙。甲百姓迄种无应该交诶钱，拢人讲不乐之捐呐，不乐之献呐，吼拢对迄个来。啊，所以表面上，伫迄个正殿的周围啊摆档，迄拢是小代志，是后壁面遐个百姓会艰苦。所以迄阵就开始有一种运动，你若注意看，撒都该人啦吼，遮做迄款运动就开始咧进行，暗中咧进行，迄是足严苛的，你无可能公开嘛。无像现在吼，咱无欢喜就走去总统府面前咧抗议，无啦。当时就是秘伫后壁面，有两种团体，一种是革命团体，激进党。就是专门要车倒希律王，也是当时的统治者，要车倒即个罗马，迄是足严重的代志。第二种是啥物？有人对当时的圣殿嘛失望，讲圣殿吼，所咧教的道理都毋对咧吼，所以因安怎呢？因无爱献十分之啊，因怎搬去倒去？伫迄个耶路撒冷南部有遐旷野，有一个所在叫做昆兰吼，昆兰就是。后来发现出一个足重要的文件，就是叫做迄个死海卷轴吼，死海文献。迄阵人吼，怎自愿离开人群呐，秘到伫山洞，秘到伫遐旷野所在咧灵修。因感觉讲吼，即个有形的圣殿已经是败坏啊，上帝无欢喜。因感觉讲，因要来要起的是一个无形的、看袂到心灵的殿。迄甲耶稣伫甲撒玛利亚附近人讲话吼，迄个意思拢要差不多。所以不怪耶稣咧讲吼，我3日内吼，要搁重启圣殿吼，迄话拢有意思。啊，不过遐个当时的当事者，遐个经学士，遐个祭司头吼，气甲毋知人。伊讲，即个圣殿阮起40几年才起好，你讲3日要搁甲重启？拢无了解耶稣的意思啦。总讲一句，就是讲，迄个时阵吼，对圣殿无满意的，毋是干那耶稣尔，一群人，一大堆人。所以你知影后来吼，耶稣过身了后，主后差不多60、70年的时阵，真正规个耶路撒冷拢车倒，规个耶路撒冷，迄叫做犹太战争啦吼。哇，死实有够多人，因为有人真正挡袂牢啊，真正起来革命啊，死实真多。所以毋知现在咱若去以色列去参观吼，讲敢若剩一个靠墙有无？死墙、靠墙迄块还佫旧的圣殿啊，剩的拢是假的啊，拢是拆倒去的啊。这是耶稣当时入城的一个，互咱理解的部分。当遐日即位，咱伫遮要学习，进入到一个受难周、棕树主日，
这个受苦的仆人，甲温柔的君王，互咱什么款的学习呢？第一，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啦。犹太人因为长期受屈辱，对上帝应要有误解，袂记咧旧约另外一个传统是受苦的奴仆，同时嘛是应要的祈祷。大部分咧受苦的百姓，拢会先想着讲：啊，阮当时台北的王国是遐尼好，遐尼美好，咱敢会当恢复起来？啊，所以对耶稣这个弥赛亚嘛同款的期待。咱知现在到今仔日咯，犹太人嘛有真侪人无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呢，因还搁咧期待一个因会当互因王国复兴的弥赛亚。但有可能为了讲起以赛亚内底的这个受苦的路步，迄是耶稣要行的路。第一，以赛亚42章1节讲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我所扶持的仆人，伊是我所拣选的，心所喜爱。我有将我的神赐予伊，以为伫万邦施行公义。这是受苦的奴仆的这个概念。佮另外一位49章的第6节讲：我要互你做我的奴仆，互雅各逐支族佮复兴，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转来。我要佮互你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互你做万国的光。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，这是第二个仆人之歌的段落。佮另外是以赛亚50章第6节，是咧讲到耶稣伊嘛有讲过，吼，伊所讲的迄个原理吼，甲一般社会标准无共款啦。讲人要拍我，我越加只拼吼，这台语无啥好读，加只拼，互因拍。哦，迄叫做加只拼。人要戳我的喙手，我拄喙皮，互伊戳安尼。吼，这台语的圣经无好读吼。人侮辱我，甲我配喙烂，啊，我嘛无按我的面。啊，这是耶稣伫新约福音书内底所讲的，遮个吼，拢伫遮。伊就是当时这个仆人之歌所表达出来，所表达到的。最后一个咱真出名的仆人之歌的话，就是53章第5节。讲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到这咱就当知影讲，耶稣伊所进行的事，阳光入城，到后来伊所行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。是一条奴仆的路，是一个改变人的心灵甲生命的路。啊，这条路，耶稣的王的统治已经过身2000年啊，到今仔日，伊还阁咧做王。但你来看，历代遐威风凛凛的君王，比如讲欧洲出名的这个亚历山大，出名的这个拿破仑，今仔日伫倒位？所以咱若茫想讲。今仔日伫这个国际社会吼，安尼威权统治的人吼，伊咱徛偌久啦？照历史来看，迄拢是短暂的。咱的主耶稣，伊用奴仆，用这个受苦的奴仆的身份，所以十字架顶迄个加冕，就是讲迄个封王的荣耀。耶稣入城受欢呼，吸引众人来参加伊的加冕的典礼，互当时群众甲历史的中间，互人看见耶稣做王的历程。伊的王毋是一个用威权、用武力、用威胁的力，是一个改变人的生命的君王。第二，君王耶稣登基是十字架顶进行的，伊的加冕是伫极度苦难中来完成的，所以十字架顶面所呈现的是上帝的奥秘。十字架是苦难，但是迄也是耶稣基督做咱心灵的王的重要的仪式。咱看见今仔日咱读的诗篇就是咱的启应文啦吼。伊一段话内底第24章的第9节讲：正声门啊，你乃举起头来；永久的门户，你乃把头举起来。迄个荣耀的王要入来，迄个荣耀的王要入来。吼，
伊讲咱台语话是讲，永远的门啊，就大开，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是勇搁强搁勇的上主，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。这个城门拍开，君王要入来，毋是一个世上俗世的君王，是一个荣耀的王。咱兄弟姊妹，咱伫咧迎子中秋主日，过来即礼拜，逐日咱拢有一个灵修。我嘛讲，你会当好好啊思考，像耶稣要行即条人毋敢行的路。啊，咱教会印一张简单的一个灵修的资料，你会当来到一楼的即个交台岛摕来参考吼。一日有一段经文，一个灵修，一个祈祷。啊，咱伫网络顶面吼，嘛有咱的即个公报社因出版的、出发展的一个灵修的资料。主耶稣伊是一个看无家己的典范啦吼，荣耀、公义、救赎，拢是通过苦难来的。进入苦难得到荣耀，这是咱主耶稣做王的道路，毋是一般社会所了解的路。腓立比书的看无家己虚己论啊，这是中文的吼，虚己论啊。最近咱的这个詹牧师，伊在带这个腓立比书的查经，伫第2章内底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吼。伊讲主耶稣不如上帝的形象，但却谦卑，真做奴仆，到而死，奉定时价，最后上帝甲伊高升到天，得到最高的荣耀。伊是真做谦卑的奴仆，死定时价死，上帝才甲伊高升。所以耶稣是经过受苦、救赎，为着承担所有百姓、咱所有人类的这罪。啊，这是耶稣基督的由上帝形象所得到的。兄弟姊妹，你我伫咧纪念耶稣基督，咱会当放弃一般社会上迄款请宴、闹热、放烟火，咱是要谦卑来追随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路程。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是因为你将你的心交托给主，将你的罪放伫主耶稣的恩典的手，互你对遐得到头办。耶稣毋是只干那要解决因当时百姓所拄着世上生活的苦难，伊是阁要解救头办因伫心灵上的监牢，伫宗教上的束缚。愿主互咱伫即礼拜中间，拢得到即款美好的学习。咱会当军队伫每一日的受难周的思考中间，来纪念耶稣基督是安那要行即条受苦的路。咱的教会拜五拜五暗，咱就要伫遮做一个孝念主耶稣受难的礼拜。所以咱的代表团队呢，会安排遐节目非常的安尼有步调就对。真期待咱兄弟拜五迄天，拄好耶稣受苦定死的日，咱来到教会做伙来纪念。永暗拜五永暗8点下面咱要吟修诗歌来纪念主耶稣入圣城吟诗煞咱来做一个代祷。86首，威严君王徛如进前。百姓沿路出声欢迎，路上菩萨铺张手机，温柔救主对遐过去。咱时间的关系，咱要吟第1节、第3节、甲第5节，咱一个吟。威严君王徛如进前，百姓沿路出声欢迎，路上菩萨铺张手机，温柔救主对遐过去。第3节。威严君王徛如进前，地顶天君看这情形，演出悲伤可怜同情，关怀救主怜悯一心。第5节。威严君王徛如进前，
生，谦卑自在，本是真行。阿头人生无计可言，愿老就天即将冠冕。兄弟姊妹，伫咱这个讲道中间有几项来带导，也是来作为讲道第一。咱来少年主耶稣受苦，咱记得一句话：受苦有时是上大的快乐。耶稣基督为咱受苦，带来咱生命的改变，伊的救恩持续万世代。咱甲主祈祷讲：主啊，将你的救恩赏赐予阮，予阮跟对你的脚步，享受你永恒的救赎。耶稣的受苦，毋是偶然甲单纯的，是为着世间人的罪，求主来赦免咱的罪，讨放咱所有的束缚。第二，咱为着过来这礼拜，受难周各种的聚会，求上帝予咱陪伴心，要跟对主耶稣受苦的脚步，也予咱伫拜五做伙纪念的礼拜，伫礼拜日做过活节的感恩，求主予咱一切的所有的安排拢顺遂。第三，咱为着受苦的兄弟祈祷，有的人有肉体上的受苦、病痛，有的兄弟姊妹因有生活上、心灵上、经济上，也是人际关系上的受伤，求主亲自用伊的疼、伊的保护来遮看、来保护、来医治，为着你所疼的亲人来祈祷。特别伫连续假日，大家出外，求主带领咱大家出入拢有平安，无论是去扫墓，还是探亲，有上帝保护甲引带。咱同心为着这事来祈祷。就彼此，阮上帝感谢你的听保守，你的诚信做工受赐福，帮助阮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听堂，喜乐恩典伫咱中间。主啊，帮助阮知影主耶稣受苦毋是偶然的，阮跟对主耶稣受苦的脚步，阮领受这款巨大的救恩，伊伫赦免阮的罪，阮的罪伫着头白。阮为着过来一礼拜，受难周的聚会拢顺遂祈祷，也给你保守阮正安的聚会，大家人伫肉体上欠安，无论是心灵上的软弱，甚至上的困扰，求上帝拢亲自保守甲看顾。感谢你恩典听到，听人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施恩赐福伫阮中间。每一摆阮纪念中秋主日、纪念受难周的时，主啊，帮助阮毋只干那是经过一个仪式，是令阮深深体会到主耶稣拯救阮迄款的牺牲，迄款流出宝血，为着世间人的罪受顶是一个苦，这个苦是带来救赎、带来掌权、带来生命、带来平安的。主啊，阮以后要得到这个，是令阮认同主耶稣为着阮受苦的功劳。阮要谦卑求主赦免阮的罪，互阮对罪恶中得到投放，互阮对苦难死难的中间来得到拯救。主，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你的圣手。阮有长辈因身体软症在厝静养，有的有病痛在接受医治，有的伫工作关系出外到外地打拼，有的伫经济上，有的伫家庭上，伫人际关系顶面拄着艰难的。主，求你亲自，互因看见耶稣基督的拯救甲光，对遐领受到你的医治、透放甲平安。也阮过来这礼拜，所有受难周的礼式、逐项的聚会，拢上帝期待看顾，互阮一切拢顺遂，也会当欢喜甲主来行这条高高塔的路，领受迄个至荣耀的高活。感谢你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奉献。
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。请这有关咱中央着关心大道的事项，咱请牧师来为咱先介绍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是受难节的开始拄好是每一年的4月第一主日，就是咱的教会学校纪念主日吼。因为这个拄好这个逢着这个节日所以咱特别呢有咱对中营中学吼，咱附近的中营中学。有咱的黄丽蓉老师是咱教会的姊妹啦吼，黄丽蓉老师徛起来，阮甲你欢迎吼，黄老师吼，爱带伊一个足古水的同学吼，一个学生叫做谢佳音同学，伊是玉济教会的青年哦，咱要来用台语甲咱请安，来爆破欢迎来请佳音来，来到头前吼，你毋免戴口罩，阮看到你不要紧，你起来就使。安尼，互咱看到你安尼吼，来对遮。有一个影片等下互咱看吼，来，咱请佳音同学来。大家平安。我是谢佳音，是中营中学高中2年的学生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我甲黄丽蓉老师真欢喜代表中营中学来向大家请安报告。137年前，英国宣教师建立长老教中学校，就是即马的中营中学。希望因上帝听到阮德，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。本校学生毋但伫成绩有好的表现，伫创意、技术各项比赛拢得到真侪肯定。校园的福音事工嘛一直继续。100多年来，培育出超过200位牧师。上顶礼拜来富强教会讲道的陈信昌牧师，嘛是阮中营中学毕业的资优生。这几年来，阮游玩坚持校训的精神，虔诚、勤奋、英语、服务、虔诚、勤奋、荣誉、服务。互学校成为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。希望学生毋但会晓读册，也会当活出有听有仰望的生命。阮有准备一段学校的影片，请大家做伙来欣赏。强壮胆地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
赞美。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地前进。我的神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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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。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，我要赞美。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。强壮胆地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地前。深深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、支持学校的校务发展，为咱的学校来祈祷，嘛会当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营中学来读册。受造就，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。感谢大家，愿上帝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咧。咱的嘉欣同学台语真够吼，做玉济人吼，咱关心啦吼，对啊，中营中学是咱台湾头一间中学，吼，咱有真侪兄弟知影讲，最近这几冬吼，有一寡困难伫咧，但是我有一个信心，第一就是讲，奉主的名所设立的学校，有时会拄着困难，但是咱若照主的旨意来行，主会来复兴这间的学校，因为伊是福音的见证。吼，第二，咱鼓励较侪的同学学生吼来参加来读这间中营中学吼。咱事实咱教会真侪兄弟，有来是做学校的老师、行政人员的吼，嘛拢是这间学校的。即个校友吼，欢迎大家继续关心咱教会会用拨款来做奉献啦吼，所以就无分奉献地，因为因教会有总会最近有真关心伫即间的学校的发展吼，而且少子化难免即款的困难，逐间学校拢有，特别是私立学校，因为无政府补助拢是靠家己吼，这是即个难关，我相信会行过，因为提早拄着困难吼。就较紧变化，较紧进步，这是上帝给咱的旨意啦。咱继续为着中营中学来代祷。另外，中营路中吼，因为讲可能找无到适当的学生啦，所以即届就无派来吼。好，咱甲时间到，咱的师会来做一个要紧的报告，就来做结束。报告的头前，咱先来念本月金句。艺术所书第3章21节，咱来念2次。愿伫教会甲基督耶稣荣光归伫到万世，代代无衰。阿门。搁一届。阿门。报告，下一周的司礼是吴信昌长老，咱的周报的第2个相关小组的牧区因的聚会信息，请大家浏览。具体交通，今仔是中秋主日，咱伫4月初2到4月初8。中间教会鼓励咱，呼吁咱
尽量避开无必要的宴乐，穿插毋免用简单无真严厉的衫裤，安尼来表示咱内心对主的感念甲祈祷。第二点，就无搁再重复是中药校的纪念主日，头拄仔已经有介绍过。第三点，咱牧师伫讲道时嘛是有做说明，就无搁再重复。第四点，咱礼拜五敬拜中心要来举办耶稣受难的礼拜，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会当来参加，共同来感受到即个礼拜的伊的奇妙。第五点，一礼拜咱过偌济礼拜要并做两顿，并做一顿，也有圣餐以及洗礼式，咱嘛为遮因坚固遮洗礼的兄弟，因会当信心坚定，为因来祈祷。第六点，中保大道的事工，一个新的一期46期，也搁开始接受报名，有感动有意愿的人，咱到1楼公报栏遐来填写。等下结束了，咱请牧师要为咱来举办4月份的庆生会。第9点的婚礼，咱祝福刘培慈神先生甲蔡叶信传到因的新的家庭，咱嘛祝福因。咱第11点，今仔日的爱心午餐停止，心灵转角的服务事工也是伫咧第1顿、第2顿都无过来做服侍的工课。第2小点，清明的年假，咱办公室休困拜1到拜3拢休困，有急事若会当敲牧师的电话，咱嘛祝福大家伫即个年假时出入拢平安。简单报告，请牧师来为咱补充。好，各位兄弟哈，拄只咱基本上拢有做这方面的报告，我来用图片，佮甲咱提醒一下。即个投影片是咱拜5后摆即个受难前40天，剩最后一礼拜的即个祈祷吼。我当然有人讲如要煞，毋免参加，毋是一定安尼啦吼。你若要参与真好，就是讲咱拄只牧师有讲有一张即个受难周的每日灵修的资料，伫咱楼骹吼，伫咧招台桌。你咱顺续摕一张，咱今遮连锁祈祷的迄个祈祷内容。你会当用即2张来做一个灵修，最后一礼拜甲所有的大岛做场交托祈祷，真好的一个受难周的灵修吼。第2，即张是咱受难日的礼拜，就是拜5暗吼，耶稣受难。咱鼓励讲，除了小组以外，咱兄弟姊妹，因为咱有时拜5暗的祈祷会，有人搁后壁有小组，即边是无小组，是所有的会友拢会使来吼。鼓励咱迄天虽然是暗时，但是咱会当配合遮个咧上班的吼，用暗时做来祈祷。8点开始，欢迎咱大家踊跃参加吼。特别平时咱较少机会参加即个拜5暗的祈祷会，会当用受难日诚做一咱甲主亲近的一个时间。迄天呢，咱嘛有一个迄个叫做体验性的圣餐，吼，体验性的圣餐。所以迄个暗，咱欢迎咱大家来参加吼。过来即张是咱后礼拜的。即个过偌济赞美礼拜吼，拄则有报告，敢若一场尔，9点才开始，所以慢小可来。毋过第2场的爱较早来就对啦吼。咱的圣歌队咧配合乐团吼，像旧年安尼吼，伫港台唱专曲的即个俄罗国外的主吼。咱也有圣餐，嘛要有迄个洗礼式
啊，咱大家踊跃来参加。伊主要所的讲法是见证咱每一个受主拯救的一个记号啊，所以大家唔通欠惜吼，大家踊跃来参加。啊，佮另外拄只有资料报告，就伫第7点吼，伫第7点的所在，就是即个基田的讲座，啊要请一位对伫台北来的一位青年吼，较早伫盐埕教会大汉的啦吼，啊伊叫做王国信兄弟要来做见证，啊迄个2号拄拜五暗是一个堂外聚会，所有小组的人拢会当来参加。过当工嘛，要对青少年来做见证，讲道啊，咱也邀请家长迄天拜六暗7点来听吼，这位兄弟伊的一个足特殊的人生的体验啦吼，人生的体验安尼。好，啊，我搁做这2项的补充吼，就是讲，小等下礼拜煞，咱小暂停3分钟，咱要来为着咱这个月的生日的寿星来庆生吼。啊，拄则有报告着讲爱心午餐，因为连续假日吼，啊，咱迄个厨房因就较无方便准备，咱就暂停。毋过后礼拜搁偌济，加1场尔吼。啊，咱9点开始，大概11点就煞。啊，所以有可能啊，咱后礼拜嘛无爱餐哦吼。啊，请咱大家2礼拜连煞，这时间大家注意一下吼。另外呢，啊，拄则早起一个入来，咱有领到一个口罩吼，这个大家拢挂掉咧吼，袂歹。这个是总会送互咱的口罩，是安怎要送咱呢？因为咱1个月前吼，咱有为着托尼基啦、苏利亚哦，因的地动啊，恁甲奉献。啊，迄天吼，咱有做圣餐献金，拢甲因寄去赞助，啊，嘛有人私下搁另外奉献。啊，伊寄来吼，是讲10个人拢有1份啦。今日拄啊受兰酒罐，这嘛真适合乌色的吼。啊，若是有奉献的哦，吼，因为要4月份嘛，歹本啊，归去有奉献的，咱拢搁一个小礼物要送你。所以你若注意看啊，咱2月12迄天有圣餐献金，啊，搁为着赈灾奉献的吼，你主动去咱的即个办公室吼，甲伊领讲啊，我都有奉献啊，看你的名，签一个名，啊，有一个一份即款的口罩要搁送互你吼。啊，这是咱即个报告啦吼。咱拄则有讲即张灵修的资料放伫楼骹，啊，若讲无够吼，你若叫干事甲你补印就好。啊，小等下咱有要即个庆生，咱请同工来配合一个安尼吼，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，多谢。请起立，咱做伙唱尾遍的诗歌，唱煞，咱请牧师为咱祝祷。地定主宰，从这地对甲派，保护万民，人的菩提，当心阿罗兄弟，阿罗三位一体，加信心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扶持帮助甲引带，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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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灭岛，咱准备要来做这个生日的庆生。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你，愿耶比更救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
姊妹，咱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咱要特别为着4月份的受青，才有几10位的兄弟有伫现场的，请站起来好无？咱要来唱生日快乐歌，咱受青楼顶楼骹的，咱等下要请玲玲姐来分蜡烛，再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愿主祝福你，祝你生日，唱英文的。Happy birthday to， 咱请受青代表玲玲姐来分蜡烛，拍拍鼓励，咱为着受青来做祝福的祈祷，咱才来结束。主，阮的上帝感谢你，伫4月份春天花开的时，阮为着这的受青献上感恩。天顶的上帝，你赏赐阮活命，是对阮生日一个上好的纪念。主啊，感谢你请养阮大汉的父母，也感谢你赏赐平安、喜乐、甲健康伫这受青的顶面。有的是细囝，有的已经是长辈。阮一生的年日，拢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、恩典的高油的中间。愿你祝福，这的受青，更加体会到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，享受健康、喜乐以及美好的信仰伫因的身上，也伫亲人朋友的祝福的中间，体会到主的疼甲恩典。愿你也祝福阮伫清明的假日，兄弟姊妹有的出外，有的转去故乡。扫望开车、坐车出入，求主保守阮大家拢有平安，互阮享受到上帝你赏赐这个美好的假期。也阮伫后礼拜大家做伙组织来欢喜主耶稣的告我。感谢你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位大家彼此祝福，愿你平安，多谢。